在因为疫情，因无法度聚会，甚至是伫网络无法度发达的过程中间，因必须爱家己伫厝内面伫遐安静来组织聚会。主啊，求你怜悯阮，也保守眷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当阮看到阮教会内面有缘有侪侪兄弟姊妹身躯病痛，肉体欠安，心神软正软弱的，也求主你赏赐性命，赏赐医治，赏赐帮助。伫即个过程中间，互阮会当继续为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主，阮也感谢天父上帝，你会带领，互阮会当有一个更新的运动，也就是当阮看到即个社区的需要，当阮看到阮教会的需要，上帝你就借着伫疫情的中间，阮伫遮来整建阮教会一楼的部分的办公室，幼稚园二楼的部分的教室。主啊，阮实在是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想都想袂到，阮本来要用真短的时间伫遮来做整建的过程，总是主，你知影阮的心意，你嘛体贴阮的软弱软正。伫即个过程中间，你互阮会当运用即段时间，而且好好啊一步一脚印来整理阮教会硬体的部分。阮将侪放伫真久的所在、角落的所在的物件，拢伫遮来等遐夹出来。主啊，阮感谢你，就互阮来思考一件事，也就是阮的心是毋是有缘有侪的所在放迄个污秽垃圾的。主啊，就求你来清气阮的心，互阮更新阮的灵。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会当借着今仔日主日的时站，阮特别邀请到陈凤辉牧师亲自来到阮的中间，伫遮用线顶亲自伫遮来直播，阮来分享着上帝你的听头，互阮伫信仰的灵命的生活内面，搁较进步，搁较有更新的意愿。感谢天父上帝，继续保守带领帮助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线顶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生活内面无袂记你上帝你的恩典，互阮伫生活内面因来搁较天条主，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嘛互阮会当反省甲主你的关系，互阮会当借着你的旨意来行来完成。阮伫遮搁一遍感谢天父上帝。但即时，阮嘛要来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看一段的圣经。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3节。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3节，伫新约的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咱若显着，也是伫线顶，咱来看即个投影的所在。牧师来读，兄弟姊妹，咱做阵来看。耶稣甲学生出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属的乡舍，罗里问伊的学生讲：人讲我是一水？因甲因讲：行洗礼的约翰，也有人讲以利亚，阁有人讲先知中的一个。因阁问因讲：若恁讲我是一水？彼得应伊讲：
你是基督。3伊就禁戒因无得将伊的事甲人讲，就假使因讲，人子的确着受侪苦楚，互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气杀，阁受害死，过3日就阁活。耶稣用这个话明明甲因讲，彼得牵伊来责备伊，但是伊若决心看伊的学生，就责备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以上，这是咱来赞美。愿一切荣耀归于主，感谢主。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特别，咱邀请到咱敬听的地方会牧师来甲咱的现场伫线顶顶悬，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今仔日伫要讲到的题目是是甲毋是，请咱斟酌来听。大家平安。牧师今日来我有看到讲，咱楼骹拢开始咧整理。伊拄则用牧师的祈祷的中间，也特别摆列伫主的面前，即种上帝恩典施落伫咱。有真侪时阵，咱需要整理，利用这段时间，咱将咱所有的信仰的体会，
平常时咱拢伫人甲人中间相拄的时，咱通过妇女团体小组上面的活动聚会，大家来经历。总是当遮拢暂停的时，检查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咱来思考上帝对咱的恩典。今日牧师有一个足简单的问题要问咱，你一定会晓。我毋知即摆有偌侪人是啥物人通过这来看这个直播的礼拜。这个简单的问题，我相信每一个人会晓，总是答案的内容确实无共。这个问题就是讲，你信耶稣，我问一句话：耶稣是什么款？耶稣是谁？耶稣是几罪？耶稣是什么人？相信咱拢真紧有答案，总是每一人回答。迄个层面、迄个深度、迄个层次，可能就无相像。今日这段经文有记载耶稣甲耶稣，特别也有提到的彼得，一段因中间的对话，这是对咱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机会。由原牧师分做3个层面来甲咱三角分享。头一方面，这发生伫什么所在？是什么情景？是什么款的时间点？到底这是什么款的代志？圣经有写甲真清楚，讲耶稣带耶稣去到一个乡下，不过这个乡下已经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各位，咱若看圣经的地图，咱就会当知影，该撒利亚腓立比伫倒位？那照会当安尼讲，就是犹太人的活动的范围已经到上北边啊。对犹大地到伫撒玛利亚，然后到伫北边的加利利，这差不多伫加利利上北边。换一句来讲，迄是会当到伫上界边界，还是讲遐已经属于外邦的所在。耶稣大生是伫伯赛大，伫伯赛大医好一个目睭青面的人，然后带耶稣慢慢往北来行，愈来愈离开因平常时所熟悉的所在。会使安尼讲，已经离耶路撒冷是相当远的所在啦。耶稣一路咧行，然后伊伫遐来问伊学生遮的话。人讲我是什么人？各位兄姊妹，耶稣这阵学生跟耶稣已经3年。有时我想讲，敢若袂输什么，袂输是新学院读3年，准备要毕业啊。差不多是这新学生毕业，准备要毕业，要开始到教会做传道，差不多是咧毕业的进程。但恁已经读3年啊，所以我今日要问恁：人讲我什么人？恁讲我是什么人？各位兄姊妹，这段耶稣是基督，基督要代生受苦，基督要搁活，遮尔要紧的宣告，请你注意吼，迄伫什么款的所在咧宣告？遮尔要紧的代志，耶稣伫倒位来宣告？各位，宣告的所在，讲起的所在，毋是伫会堂，毋是伫圣殿，毋是伫犹太，毋是伫耶路撒冷。更加毋是伫加利利管辖的所在，是已经往北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一个为着荣耀皇帝该撒皇帝、荣耀王的一个所在。因为号名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将皇帝甲因家己的分封的王甲扣做伙。换一句来讲，这是到伫真世俗的所在。各位，毋是伫聚会的所在。毋是伫礼拜堂，嘛毋是伫神学院。各位，咱真惯势。若到一个什么所在，你今日若有机会去到罗马一个遮尔大的礼拜堂的时，你会非常的心，非常的敬虔。也是讲你若有机会到国外遐大礼拜堂，我想你的心境无共。总是人是菜市仔，总是人伫咧车头咧，总是人咧立法院咧，总是人咧街路边咧。兄姊妹，迄个情景是无共。今仔日咱真惯势，有时咱真惯势将咱的信仰放伫咱惯势的范围，咱放伫咱一个舒适圈的内底来论信仰。所以各位兄姊妹，有时吼，牧师也好，长老啊、执事也好，也是这小组长，只要离开咱教会惯势范围，咱这物件咱讲袂出其他为什么话会当对别人来讲？你坐伫公车，坐伫捷运，也是讲伫路呢，总是耶稣带耶稣到一款的所在。
徛伫街头，徛伫德灵寺，徛伫车头，各位兄姊妹，耶稣伫你的公司，伫校门口，伫校园的内底，耶稣报下先看，恁目睭看，边仔这个世界，什么人？你看这个城门，城门的顶头是什么人的号？是该撒。你看这个所在是什么人的世界？各位兄姊妹，看这个人，咱目睭教会就将目睭来看这个环境，特别咱的牧师长执，咱的小会长执会，咱所爱服侍，毋是要来服侍咱南口教会，就是这个会友，互咱这个会友大家感觉真快乐、真温暖、真亲切。有时咱定讲教会足有疼心，牧师足有疼心，差不多拢将这个代志放伫咱家己的世界内。咱开长执会、开小会，轮来轮去，所轮的嘛是包括咱100-200个这个会友的世界。各位兄姊妹，特别这边的疫情的时，咱咧看新闻咧报上，咱咧听陈时中部长伊咧开记者会，咱看遐政论节目，一个咧讲这，迄个咧讲这，到底咱家己要安怎来看这个世界？论教会要安怎看疫情？论教会要安怎看这世界局势？论到人的软弱，论到这个社会欠缺。其实我知影咱真侪拢咧听候讲，若阵咱明仔载就解封，可能咱有真侪活动就要搁开始啊。总是较要安怎讲，较可惜吧。就要到7月26以后，7月26以后会搁安怎？咱家己嘛搁毋知影。兄弟姊妹，伫即款的环境，耶稣爱的学生去思考：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耶稣爱的环境，爱的温度开始想，这个人是将来要去到全世界、到普天的传福音的人。耶稣爱伊去想，我是什么人？恁所信的是什么？恁所信的是之罪。所以这一条路是对倒位？耶稣是带因离开因足熟悉的加利利，然后到伫北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各位兄姊妹，咱有偌济时阵无好好来看咱的生命、咱的社会、咱的环境，咱咧想什么？其实真侪时阵，若好好去甲想，真侪时阵，咱有太侪物件是忽略去啊。今日主耶稣爱咱搁一摆倒转来想一项，行伫迄条路，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一个乡社，咱好好去思考一下。信仰若行袂出教会，咱的信仰的形态若行袂出，咱教会足惯势，咱咧做遐个代志。如果丢了这事只有限制伫咱的教会活动的中间，如果牧师这份只有限制伫咱服侍咱这信徒的内面的时，安尼咱的耶稣是互咱被我们绑架的。伫疫情的中间有一项足特别的讲法，隔离。有真侪时阵，咱家己早就自动隔离啊，因为咱是若甲自动隔离伫咱这个教会环境底下来讲起上帝听到温暖，咱真惯势。所以真侪时阵吼，咱讲传福音，其实足侪所在，咱已经将家己隔离啦。这是头前牧师帮咱想，这发生伫倒位？伫发生是什么所在？搁进一步，牧师帮咱来想一项，这是耶稣甲伊学生的一个对话。请你注意吼，这学生毋是拄啊当当时伫加利利讨海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因这人拄啊受选调是。这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受掠、受定、受死过活，已经剩无几工。拄啊我有讲过啦，这差不多3年啦。所以换一句来讲，耶稣这句话毋是问伫因拄来对耶稣的时，是已经经过3年。因甲耶稣斗阵住、斗阵食，因听、因看，因慢慢有去经验到，伫耶稣的身上确实去经验，这是阮以前目睭毋捌看，耳孔毋捌听，心毋捌想到耶稣所讲天国是甚么，耶稣所讲福音是甚么。所以这个人我拄仔讲过，好惨就神学院要毕业啊，开始要面对这个宣教的正规环境的时，耶稣问伊：
请咱搁注意听一句话。耶稣是问亚生讲，人讲我是一罪。各位兄弟姊妹，这也是牧师拨咱看，这个人是指什么人？你若看因的回答，你就知影这是什么人。耶稣讲，人讲我是什么人？因讲有人讲你是行说的约翰，有人讲你是以利亚，有人讲你是先知中的一个。请问吼，会晓安尼讲，拢是内行的人呢？你去外口问一个人讲吼，耶稣是谁？因绝对袂讲吼，因为行说的约翰，也是先知的一个，也是以利亚的一个，迄拢是有信仰、有教会生活、有圣经常识的人才印得出来啊。若无的时阵，你问迄个会外的人，你问讲耶稣是谁？因绝对袂甲伊讲是先知中的一个，因为对伊来讲，伊毋知。换句话讲，这是咧问会友，问你甲我。这个对话一开始就，你要注意讲，这就是两个赞助的问题。到底你是人？人讲迄个人就是知影我信上帝。拄仔咱有读使徒圣经，使徒圣经咱逐礼拜咧读。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神共同的教会。咱逐礼拜拢咧宣告，咱就是迄个人。所以咱拢捌，咱知影创世纪，咱知影拉都做大船，咱知影大笔，咱嘛知影但以理，咱嘛知影保罗，咱嘛知影圣经66卷，咱拢知影，就是知影才印会出来。人讲我是什么人，所以因才会讲。你是先知中的一个，甚至因讲伊是行说的约翰4个啊，也是讲因感觉上伟大的先知就是伊利亚。人讲我是什么人？今日牧师嘛要甲咱分享，你是迄个人嘛？就是你嘛知影一寡圣经常识。有可能你若到教会做礼拜一世人啊，就出世就伫遮咧做礼拜。有可能你的老爸、你的阿公就是已经是基督徒啊，所以你是第3代、第4代。所以你有法度讲，你有法度讲信仰、讲圣经，你有法度讲圣经故事，你嘛有法度讲你过去伫教会生活，你嘛当讲较早我青年团契安怎，我唱圣歌伫安怎，这拢有咱的故事。各位兄弟姊妹，一只耶稣讲，人讲我是一罪，检查咱真紧拢印得出来。若问你的信仰，你若去添你的信仰，基督教。哪一个教会？林口教会哦，你拢有法度写。到底总是耶稣要讲，恁讲安尼，我是一罪。你讲咧，你讲我是一罪。换句话讲，耶稣要问这军队伊3年发生，伊亲目睭看去，伊用毛病人清去，伊用摆开行路青面看去。无偌久以前，因要来这条路的路上，因才伫伯赛大。或者青面人看去，伊嘛亲耳讲听耶稣讲道理，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讲咬喙到翕无字的人有福气。耶稣讲真侪道理，到这个情形的时阵，耶稣要问一句话讲：安尼恁讲我是一罪？各位兄弟姊妹，信仰毋是咧讲咱有偌侪圣经在万，也毋是咱有偌侪教会生活。信仰永远咧讲，咱甲上帝，你的体会是迄个有血、有肉、有目屎、有伤痕、有爬起来、有跋倒、有搁一摆起来，又搁一摆爬起来，有种种信仰的体会。所以我拄仔问一句话讲，人若问讲耶稣是谁？检查你要讲，伊伫我，伊帮助我。咱基督徒嘛真后讲一句话，感谢主。我若问讲感谢什么？检查咱有真侪每一人的故事，对，信仰是甲你甲上帝活活生命的故事，也通过遐。有时我真爱听会友讲做见证时，总是我嘛真爱甲伊提醒，请你毋好讲20年前的故事，你爱讲20年以来的故事，请你毋好讲你少年做这样代志，就爱讲你少年以来你安怎一路行过来，你安怎来体会。我说70，你若问我讲故事，我想每一工拢有无共款的体会。我永远拢会记得50年前，我去读神人迄年，
迄阵的少年家，甲即马当然无共。共款信耶稣，共款相信即本圣经，共款军队主的路，总是要安怎来讲？20岁囡仔甲一个70岁的老人，难道你的信仰，你甲主耶稣的关系共款嘛？共款，总是已经无共款的世界，敢是？所以耶稣问要学生讲：安尼，恁讲我是几岁？恁讲我是几岁？马太福音写得较功夫，马太福音写彼得就代表这学生讲一句话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囝。马太福音几粒搁较功夫写讲什么？耶稣学了彼得讲：西门白用哪，你是有福气的。用哪囝西门啊，彼得啊，你是有福气，你是招盘。因为今日讲这句话是出自内底上帝对你的感动，所以这是真要紧。信仰永远都是我甲上帝、我甲主切身的体会，对圣经、对教义一路行过来，人生的侍奉的中间，出自对上帝圣神的感动。所以迄阵彼得伊会体会到遮，伊愿一路行过来，出自上帝圣神的感动，深深的体会。所以耶稣嘛讲，若毋是伫内面的圣神对你的感动，你袂讲这句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真要紧。信仰毋是讲我有信，听道理毋是讲我有听，毋是干那到遮尔。信仰真要紧是，你安怎伫生活中间一步一步去感受。什么是赦免？赦免就是伫忍无可忍当中，伫你有经历的内面，你免因为出自对耶稣的感动，经历出一条新的路来。什么是怜悯？什么是体贴？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遵行上帝道？耶稣一步一步咧牵咱行这条路。会记得，耶稣嘛特别甲学生讲，伊禁戒伊毋通共讲我是基督。为什么耶稣安尼讲？耶稣毋是讲咱即马拢无共讲伊是基督。耶稣要甲因讲，若无我也袂对死搁活，恁无得共讲。连主耶稣伊家己本身嘛去经验，伊各他来行，为着咱的罪，伊受定死的世界，总是有过啊。所以信仰是什么？是咱家己本身去经验，看无家己背去十字架，然后主来死，世界来死，总是咱伫主的内面过活。所以信仰安尼才真实的信仰。所以这就是咱今日亲身去担着十字架滋味。伫逐工的生活中间，背起十字架，享受国外画面伫咱的内面。所以传教不是传基督教是什么？传教是传道理，传福音是咧讲福音伫我的生命，伊咧对我动心。福音伫我的生命所写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这是咧讲咱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咱安怎甲上帝体会。所以连耶稣嘛讲，无毋对，我是基督，但是基督这个名，毋是用号的，毋是用叫的，是因为我对死，为着人来死，对死而过啊，所以我才是基督。所以基督徒这毋是咱家己用方的啊，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因为我有经验，我甲主耶稣同定死伫十字架，我享受伊的过啊。所以耶稣为什么甲尼哥底母安尼讲？若无对圣神来定头先，你袂当看见上帝讲。各位兄弟姊妹，所以第二层，牧师要甲咱分享。彼得又讲耶稣你是，总是到第三层，牧师要甲咱分享就是彼得冒将毋是的所在，就是耶稣甲伊讲，我要爱受长老、祭司头、经学士的弃绝，然后被抬第三天过活。彼得无咧在意讲第三天过活，伊敢在意是啥物？中文的圣经吼，这个和合本吼，伊写讲彼得就拉着他劝他。你拄仔有听咱牧师读圣经无？读白话字，不是拉着他劝他呢，是拉着他责备伊呢。责备伊是啥物？讲啊，你是咧讲啥话？伊感觉耶稣咧讲笑话，伊无赞成、无认同耶稣要做，
这嘛行得真紧，咱就爱去体会的一项就是彼得是耶稣的学生，彼得就是咱就是彼得，咱嘛是一路来经验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咱嘛去经验亲像彼得，行入海面才来跋倒。咱嘛甲耶稣计较，阮为着你放下所有，阮要得到什么？咱嘛要经验伫山上看到耶稣变貌，随时也讲要搭3间庙啊。彼得有伊的信，不过彼得嘛有伊所爱面对信仰的软件，所以耶稣讲小信的人呐、彼得嘛去经验，彼得有伊的坚强，嘛有伊的软弱。所以今仔日无论什么人，无论咱的教会偌久，咱对圣经的了解偌深，无管你是神学博士，你是牧师，还是什么款的背景，有缘咱嘛会去面对。更较深的体会，更较大、更较正确的了解，总是常常咱又爱面对撒旦的试探。当彼得讲你是基督，耶稣学落去讲你是有福气的，因为这是对圣神的感动。总是随时彼得有个跋倒，伊毋但抗耶稣，甚至是求耶稣，伊责备耶稣，你哪会使安尼做？而且咱听看耶稣安怎做。耶稣就看正学生，耶稣看正人，所以正人伫迄个时阵看彼得咧甲求，我想因的心嘛认同，有影呢，毋通啦。总是耶稣看伊学生，然后伊对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毋是彼得是撒旦，不过各位，撒旦什么意思？撒旦简单来讲，就是徛伫上帝对立，徛伫上帝另外一边 against， 上帝对立迄个叫做撒旦。所以咱毋是魔鬼，但是有真个时阵，咱甲上帝嘛徛伫对立，因为咱认为应该安尼做，因为咱认为应该安尼做才对。特别今日牧师要甲咱讲。你若愈有自信的人，愈认为你伫教会足了解的人，认为你圣经足熟的人，认为你对真理捌足多的人，认为你对南口教会足知影的人，颠倒咱就斟酌咱的想法、咱的讲法。伫即个时，伫即项事，是毋是咱有体会到主的意思也无？对你即时的看法，你感觉安尼毋好，安尼是了去，安尼是不应该。过去嘛，学生嘛正被迄个负责人用真个哪甲香油抹耶稣啊！兄弟姊妹，是甲毋是？应不应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总是变咱去分辨，会使甲袂使，若无斟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警醒基督，永远是咱做主的学生的人。一个爱把握利益的功课，小可无注意，咱伫无想到的时，不知不觉的中间，咱徛伫不应该徛的位。撒旦就是徛伫不应该徛的位，讲不应该讲的话，但是家己佫自信满满。所以耶稣才安尼讲：爸啊，赦免因为因所做，因毋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即个故事，总是对咱讲是何等的要紧。咱要安怎面对这世间正人？咱拢是信耶稣的，到底你的信仰中，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耶稣基督？信仰你甲你讲什么？你甲主的关系是什么？你即摆认知是毋是出自上帝的意思？是就是，毋是就是毋是吧？所以今日我要倒转来，一开始我讲，请问耶稣是谁？这不是标准答案，这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这永远拢是伫圣神的感动中间，咱所爱去体会甲努力。愿主帮助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又是谁？主，这不是一句答案。这是咧问，阮即时的心，是毋是互上帝你的圣神的感动？
有法度将平常时阮所体会信仰、所领受的圣经的道理、所读的圣经甲教示，会当来体会主的这些心意，而且嘛毋是一个答案，是要安怎伫每一个层面的顶面，每一个细节甲过程的中间，确实去掠着主你的心意。主啊，无得照阮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来行。祈祷靠主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回应上帝话，请咱来念回应诗，圣诗287首，圣诗287首，救主我爱就你，请咱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这是奉献的时间。请兄弟姊妹别万心，若伫家己厝内面，你将你所准备好的这个奉献袋啊，也是奉献箱先放伫咱的奉献箱内面。等疫情实体聚会了后，咱来摕来教会，而且咱做奉献。这是请咱安忍心，而且咱将咱的至心来献给主，请咱立倒头来奉献。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的这份献予你，一出龙潭的记忆，我的最情的受伤。温馨的做旗鼓，请坐。这是牧师来报告。来，咱来看这个周报顶悬咱老网伫网络顶悬咱已经放伫咧咱的这个官网顶悬周报若无咱来看这个聚会的人数，周间聚会的人数香柏树9个人，拜三祈祷会12人，无花果树12人，葡萄树12人，橄榄树12人，挂菜种17人，种子8个人，少年团契12人，家庭妇女12人，国中的主日学13人这边较特别真侪12人拢伫线顶咱拢伫线顶在做统计所以感谢主，互咱犹原无有停止聚会伫线顶顶悬，反倒转有人数加佫较侪一点感谢主伫遮咱佫一遍伫遮鼓励兄弟姊妹咱若识书会当伫线顶你甲牧师讲你要参加倒一个小组，倒一个团契牧师讲，牧师甲咱安排甲咱安排。好，来咱继续来看今仔日的报告，消息的报告。头是报告头前咱犹原来看这个团契聚会这个各团契聚会拜二下晡2点半香柏树小组主理是赖执事赖如平执事主题是马太福音12章伫线顶。拜四双年团契即摆犹原先暂停双年团契兄弟姊妹较辛苦因为有的兄弟姊妹可能对伫即个电子的物件较无法度来使用所以请兄弟姊妹厝内面若有长辈兄弟姊妹咱做阵邀请咱的长辈伫线顶来做礼拜。来拜四无花果树的小组早起10点到11点，主理是洪文祥姊妹，主题是创世纪49章，犹原线顶来咱过来挂菜种拜五8点半8点开始
即个礼拜较特别吼，有4个团契4个团契4个小组4个小组即个做伙做伙即个咱先讲主理的是咱即个蔡华君姊妹伫葡萄树小组聚会蔡华君姊妹伊的老爸是外交官所以伫个因细汉定定出国伫遐所在伫即个过程所以即边要来甲咱分享是伊个坦桑尼亚肯亚动物大迁徙伊翕真侪的相片伫个即个因伫外国的时阵所以咱邀请华君姊妹所以咱有芥菜种小组、葡萄树小组、橄榄树小组敢若后来种子小组嘛有加入啦所以这4个小组要伫个即个即个礼拜五暗时8点咱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甲牧师讲牧师会甲咱牵入来即个线顶悬咱做阵来聚会来看来听华君姊妹伊的生活的见证。来下一页，家庭妇女团契伫个拜六暗时7点半，主理是惠女长老，主题创世纪34章，少年团契7点半主题是主理是即个牧师娘，主题是圣经目录背诵创作创意大赏因背真几若个月即个圣经的目录啦圣经的目录增加遮个少年团契少年人因用真侪歌曲伫遐大家要来家己翕相摄影放送因来分享，所以即个拜六因要将因的成果伫个遐伫线顶悬所以咱的少年团契真有创意啦伫遮要来用圣经目录背诵创意大赛好，请兄弟姊妹恁若有兴趣会当来看来加入来看伫个线顶好，这是咱周间聚会的部分，这是咱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这个本会消息疫情严重即马这个按照指挥中心的公告咱共款第3级的公告咱到直播这个线顶聚会到7月25号7月25号好咱搁详细注意教会议员会当做一寡调整一寡调整咱总会中会拢有来函要就是毋茫讲教会咱所有教会当到7月25号议员做线顶的即个直播好来看第1点第2点我想就毋免搁来提醒兄弟姊妹咱看就会知到7月26号即个礼拜截止拢伫线顶好，搁来咱来看第3点今仔日感谢地牧师今仔日咱2个月邀请一摆地牧师来甲咱的中间来信息的分享愿主来帮助咱对伫咱信仰搁较进步会当甲咱的生活做伙生活连结做伙好，感谢牧师代表教会甲牧师说多谢。来咱看第4点咱本会的即个征收的工程已经进入即个目资邮册玻璃即个玻璃的部分请咱关心啦大岛继续伫即个工程兄弟姊妹你若有闲当然疫情咱也即个安全同要注意啦咱若有经过啦会当影一个看一个咱伫遮咱特别邀请兄弟姊妹继续关心大岛好，第5点咱小会中执会有通过啦按算伫8月份要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犹原爱配合政府的规定即使8月份也压尾的时阵咱国务理长嘛是爱继续伫线顶咱祈祷毋茫讲咱伫即2礼拜疫情慢慢即个温和落来甚至是会当结束3级的咱就变成做2级啦2级咱的教会就有符合聚会100人以下2场咱2场拢伫100人以下咱就会当伫遮搁恢复来聚会毋茫伫8月份毋茫8月份所以邀请兄弟姊妹继续咱来关心遮个事好，来咱来看再来关怀大岛的部分头一点咱即个李志强兄弟伫明仔载要伫中间来开刀伊耳孔后面有生一粒瘤粉瘤啦不哩大粒所以有咱就为伊祈祷为伊一切顺遂一切顺遂好，来第2点是请为着教会整建的工程
咱关心大道奉献。第三点，伫厝内面调养的遮个兄弟姊妹细汉兄林美仪老师、曾文德老师、英俊兄、玉华姐、佩奇姊妹明夏张乐娘明夏张乐金丁兄、建廷同学、林李米珠姐妹伟如玉姐遮个咱继续为因来祈祷，拢伫厝内面调养厝内面调养。再来住院这已经出院秋伟姊妹出院这咱继续为伊来祈祷，一切顺遂秋伟姊妹即马恢复渐渐咧恢复，咱毋茫伫这祈祷的中间互相带祷，伊嘛真感谢咱兄弟姊妹甲关心有个人敲电话又甲牧师讲有人敲电话甲关心咱特别为伊来带祷为伊来带祷，秀英姊妹共款伫这个安养中心进庭伫个养护中心，咱就特别为着这两位兄弟姊妹来祈祷。外出的遮个兄弟姊妹，卫林兄伫大陆的所在，卫汉嘛是伫大陆，惠美姐伫文莱的所在伊嘛真关心咱教会伊嘛会看直播所以伫遮援助束缚帮赞好。来。过来，咱来看今仔日本周的金句啦马太福音5章37节来，咱来念两摆做阵来线顶的兄弟姊妹做阵来念两摆来。但是恁的话就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这以外是对伊比个歹会出好，过来一摆。但是恁的话就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这以外是对比迄个歹会出。愿主来帮助咱甲伊的关系搁好，愿主祝福。这是咱来念上营508首，上营508首临时说，请地方卫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念这首。夜漫茫茫无边，夜半相会有星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一直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走了后，请兄弟姊妹，咱伫厝内面，有愿咱爱来行平安礼，愿主祝福。